我接到电话就赶来啊。咱哪有一个新鸟鼠仔味啊？好啦，即马人拢到，会当开门啊。晨曦，晨曦。边会当吐？你先去学者。伊今仔日规工直直讲家己闻到怪味，无就讲肩胛头足重的，敢若有物件。你敢会记？你之前捌讲过，有一个菜鸟啊，为有人过身的现流转来，3个月大大一闻到迄死人味，伊肩胛头吼酸了，安怎倒会好？有当时啊，回头伊嘛安尼。敢是地动啊？我的咖啡在摇呢。所长啊，你敢是要去找人看厝啊？我嘛要去。不过，我是要去新世界哦。我准备好势。今仔日有几组啊？这是卖管啊，对啊，礼拜。把酒开起来，我有代志要讲。你敢还会记得罗晨曦的模样？那安尼，你甲我讲，你洗做啥物款？头毛 QQ， 不离啊路，高枪大汉，煞比我搁较避暑的款。你避暑？批稿嘛，你讲较清楚啊。好，啊来咧，你还会记得伊啥物代志？我还阁会记得有一摆，我来干工，我师傅修理冷气。大家啉一下茶，休困一下啦。今日遮热着，阁有凉的啊。免啦，我无较紧做完哦，去后一间阁要互头家骂。啊啉一撮仔茶树要紧了，啥物后头家哈？啊，食人头咯，就是安尼啦。迄个时阵，我才知影，是安怎罗晨曦的头毛才翘着。伊竟然咧想代志，手着拿伫伊的头毛。罗晨曦，你昨暗搁拼暝工啊吼？
看你常常咧加班，恁头家吼嘛受超过，无输阮头家呢。啊无，趁即阵斗几句啊，敢若咱知尔。做到遮尔艰苦，是会当趁偌济？这我甲师拢咧骂阮的头家，都敢若老先生，点点坐咧遐。你问我啥物？毋知影讲伊是无胆，抑是故意，也无别人伫啊，我嘛无熟悉伊的头家，伊明明就做甲辛苦着，煞拢无怨无叹。我头一摆拄着即款代志的时阵，连续一个月拢困袂好势。逐摆目睭起起来的时阵，就会看到迄个厝骹后起的身躯。我迄阵感觉，敢是迄个厝骹真远远我，才会互我第一个发现。后来我感觉，我安尼落袂用的，就逼家己转去迄间厝，翻头去想，甲迄个厝骹发生过啥物代志。我就想到有一摆入厝做的时，伊甲我斗隔壁真吵，伊拢困袂好势。替伊解决了后，每一个中秋的时，伊就会甲我送饼，甲我说多谢。后来我想讲，敢是伊感觉我当会起，才会互我第一个甲我迄。安尼想了后，我头壳内黑影就大大煞起来。就亲像迄饼若好食，毋管拄着啥物代志，拢袂死味气。请厝骹来啊！准备好阿伯。